2025年5月30號，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喺香港完成簽署。呢個全球首個以調解解決國際爭議嘅政府間組織正式落戶香港。呢件事對香港影響深遠，我哋可以從3個方面分析。首先係強化國際法律同爭議解決中心地位。國際調解院同香港現有嘅國際仲裁中心派形成調解仲裁互補體系，完善咗爭議解決嘅服務鏈。根據倫敦瑪麗皇后大學2024年嘅報告，香港喺亞太區國際仲裁地排名第2，而調解院嘅加入會進一步提升香港嘅綜合競爭力。首批32個簽約國覆蓋亞非拉歐等5大洲，當中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為香港搭建咗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深化合作嘅重要平台。其次係面對國際認受性同競爭格局嘅挑戰，雖然呢件事意義重大，但香港都要應對一啲現實挑戰。而家簽約國主要係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影響國際調解員嘅全球代表性。另外，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環境嘅一啲疑慮尚未完全消除，可能會制約香港吸引歐美企業參與嘅能力。傳統仲裁強地，比如倫敦、新加坡，依然主導住高價值商事爭議。最後一點係中長期發展嘅關鍵突破方向。對香港嚟講，國際調解員嘅戰略價值在於以和諧解決嘅理念開拓一條差異化嘅路徑。如果能夠喺發展中國家間積累公信力，香港有機會成為全球調解服務嘅東方樞紐，並帶動金融專業服務等行業協同升級。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香港國際化優勢嘅充分肯定，短期內為香港注入參與全球治理嘅新動能。長遠嚟講，香港需要以專業服務為根基，以開放包容嘅心態吸納多元參與者，平衡政策紅利同現實制約，鞏固自身作為國際法律同爭議解決中心嘅核心競爭力。我哋將會喺下期詳細分析呢場調解新實踐會給香港帶來咩影響。記得 follow 我哋頻道。